山市府員工以排隊對市長黃偉綽和滿洲法師手頭接過喇叭組龛春聯。舊曆12月8號是佛道成道日，佛光山南台病院依照傳統，每一檔攏會準備喇叭組分送到政府市議會等大大單位。這回特別用喜慶的蘭花來回敬感謝。臘八正日最終一點送來給台南市市府的同仁一起這個沾沾喜氣，也希望在新的年度裡面福慧充滿，那有更多的智慧來為市民服務。臘月正是歲末寒冬，弱勢需要社會給一份照顧甲支持。佛光山長期以來攏有關懷甲實際行動。對今年元旦以來，南台病院已經在台南熱切駐點分享10萬份臘八粥，讓市民在寒天當中感受到溫暖。這一碗臘八粥，它就是代表着和粥。我們也祝福台南市和諧，台南平安吉祥，和諧共生，馬到成功。為了確保每一個人攏會當吃到同款口感的平安糜，幾千名義工菩薩在過去半個月當中受到嚴格標準流程訓練，除了代表眾生平等，嘛希望和佛道成道的智慧傳遍整個社會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